世界正係飛速變化，過去需幾十年嘅事，而家僅需數月即可。你而家見到嘅係啲人幾十年嚟一直抱有嘅錯覺，即工作場所係餘生都能夠安穩工作嘅地方。喺我哋國家歷史上，我哋將第一次面臨咁嘅局面，我哋嘅細路將不如我哋成功。親眼睇朋友比賽，我哋亦都要工作，我哋嘅工資被削減咗。過活企攰，薪水又低，佢哋越嚟越嘅時間同自由，成活嘅壓力下，呢個情況遲早都會被迫發生。就算你老細幾咁錫你，都可能要炒你嘅。星期一朝早心臟病發嘅比率高嘅35%，咁樣一定有啲唔啱路。科技發展越嚟越快，工作保障就越嚟越少。而家揾食嘅舊有模式，好似已經冇以前咁可靠。我哋生活入邊每一個層面，其實都有更好嘅方法，但我哋仲係用緊舊有嘅做法。我諗住個全世界最勁嘅國家，但仲有好多人淨係識坐喺度呻同埋玩世不恭。成日聽人生話舊有模式唔掂，我心近。咁你點解唔離開咗呢？你睇下呢邊咁多機會喺度等緊你。我哋人生好多嘢都圍繞住工作同埋揾食嘅方式轉，好多人都諗緊應該有更好嘅方法先啱。而家世界最大嘅挑戰唔係點樣揾錢，而係我哋點樣處理咁多被取代共工做嘅人。大家都驚自己會做錯決定，大家都怕面對未知嘅嘢，大家都驚自己可能跟嗰啲技能。喂，運動迷們啦，工業時代已經過咗啦，佢已經死咗，佢而家梗係死緊。所以話返學揾份工呢個睇法已經過時啦。穩定出糧呢樣嘢其實都係工業時代嘅產物。正正就係因為大家都揾緊答案，先至令我哋今日一齊攞到呢度。我叫 Eric Worre， 差唔多30年嚟我都係做生意人，有時都幾辛苦，但係最終都成功嘅。作為一本暢銷書作者、演講者同埋生意老闆，我成個事業都係幫世界各地幾百萬人變成創業家。我好堅信，其實揾生嘅係有更好嘅方法。而家職業環境已經變得好大，但好多人仲係用緊一個完全過時嘅模式去做嘅。以前嘅人用開嘅方法，依家對現代人嚟講已經冇咗 work。喺呢套片入邊，我哋會探討3個重要問題。第一，究竟而家我哋工作世界發生緊咩事？第二，喺呢個新經濟時代，做創業家好嘅，定係幫人打工安全嘅？第三，如果一個人決定做創業家，自己開生意，點樣可以唔使冒住咁大風險去做啦？為咗幫大家行呢條路，我揾咗一班創業界最頂尖嘅專家同思想領袖，佢同你分享真正嘅事實。我哋目的就係想俾你新嘅資訊，等你可以作出唔會俾舊有過時模式限制嘅選擇。我哋由了解下而家工作世界發生緊咩事開始啦。我哋一齊睇下失業情況，有3至4成嘅人其實係咁做緊嘅。但如果有工做嘅嘢都會做，政府做法就係，如果你6個月都揾唔到工，我哋就唔會當你係失業，我哋假裝你已經退出咗勞動市場。我成日都講失業，特別係結構性失業，即係因為科技改變而出現嘅失業，其實係經濟增長嘅第一個徵兆。睇下啦，有10個人住喺個島上面，佢哋每日都出去捉魚。有一日新科技出現咗，有個傳教士咧帶嚟張網俾佢嘅，而家用張網，一個人揸船，一個人捉網，2個漁夫咧就可以做到以前10個人做嘅嘢。呢個生產力提升咗5倍，即係2個人一日內做到10個人嘅工作。你唔使學好多嘢，都識由佢魚絲變成左網。個島有個大問題，失業率有80%，但係個島依然有晒所有魚嘅財富，因為2個人已經可以生產到10個人嘅多餘。當然，回望歷史，呢啲改變以前要成千年先發生。喺嗰段時間，我哋開始做農業、運輸，有啲人成為咗醫生，有啲人成為老師同律師，仲發展咗好多新嘅行業同製造業工作。而家呢啲改變真係可以一日之間發生，只要有新科技出現，但我哋又冇相應嘅社會制度去應付，亦都冇方法去再培訓失業嘅人。所以我覺得幾有趣嘅一點就係我周圍去美國各地，甚至去世界各地旅行，發現我哋做呢個方式同埋賺錢嘅方法都變得好大。全球嚟講，一切都被顛覆晒，因為科技發展得咁快咧，好多工種咧都被淘汰嘅，結果咧有唔少人咧根本未準備好去做而家存在嘅新工種。好多上市公司都要求盡量削減所有肥肉，要榨到最高利潤。而所謂嘅肥肉其實就係人手。咁所以而家呢個所謂嘅工作保障同資訊時代其實已經過時晒，但學校入邊咧仲係咁教。問題就係由呢度開始，學校根本冇教財務知識，大家都仲係被訓練做打工仔，為份糧出賣時間。呢個係一張關於中產階級嘅圖表。而家中產階級發生咩事呢？就係嗰啲有讀書嘅人咧，佢哋嘅收入其實多年嚟都一直下跌。但家長仲係同個細路講要讀書揾份工。喺嗰啲嘅圖表邊緣跌咗出嚟嘅中產階級人，最後會點？其實佢哋就變咗所謂嘅在職貧窮。
而呢個就係在職貧窮嘅下場。但係佢哋又話貧窮就快消失，咁貧窮可能真係減少緊，但係在職貧窮就越嚟越多。呢個就係糧食券使用情況。而家美國用糧食券嘅人數咧直線上升，因為好多人都賺唔到所謂嘅生活工資。大部分人都經歷過，我覺得比以前更大嘅經濟壓力，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嚴重嘅。如果你唔係為自己打工嘅話，佢對好多人嚟講條路都會好難行。而家如果你想掌控自己未來嗰啲所謂40-40計劃已經冇咗，即係你讀完大學揾份工，每星期做40個鐘，做足40年，嗰啲日子已經過咗。所以有冇圖表其實可以話你知而家發生緊咩事？呢個真係幾有趣，你知唔知？好多人翻去讀書，因為佢哋覺得翻去讀書就可以揾到份好工。但係而家發生緊嘅事就係所謂 Sallie Mae， 即係學生貸款嗰班人。學生貸款而家升到嚟嘅，而家咧已經超過1萬億美金。而家學生貸款債務仲衰過信用卡債。咁所以當人開始用信用卡咧，政府就令到人哋陷入學生貸款債務。學生貸款債務最大問題就係你永遠唔會被豁免。你睇下信用卡債你可以申請破產，咁有一筆勾銷。但係學生貸款債咧，你就算申請破產咧都仲要還。呢啲係所有債務入邊最衰嗰種。但係下一張圖就係佢，你睇下呢張圖，呢個就係大學生畢業人工發生緊咩事，一直跌緊。所以你去讀大學，即係冇咁多債，但係賺個錢反而少咗。咁咧其實唔係幾聰明。而家美國一個普通人做咗一世，到65歲退休，資產大約得41,000蚊左右。佢哋賺嘅錢啱啱夠生存。我喺美國而家好似有成17萬億。冇債務，呢啲只係聯邦政府嘅債務。我哋仲有大約2萬億係市政同其他方面加埋，差唔多有20萬億政府債，私人債務就有40萬億，加埋就接近60萬億。再加埋一樣以前佢出現過咁嘅，就係你講緊嗰啲。當我哋睇下社會保障金未有資金支持嘅部分，主要係醫療保險同醫療補助。根據外邊公司最保守嘅估算，好似 Kleiner Perkins 呢個數已經有67萬億，仲不斷上升緊。呢個數已經多過我哋所有其他債務加埋。有啲佢哋保守嘅估算話呢個數係84萬億，甚至更高。我保守嚟計埋，總共係127萬億債務。債務咧就好似一種金融毒品，當你用得太多，就好似食毒品一樣。係啊，會令你覺得舒服嘅，仲會提升你嘅表現，但係代價好大，最終會害死你。所以就係咁樣發生嘅。我哋不斷咁借越嚟越多債，但係得到嘅效果就越嚟越少，好似食毒品咁，直到債務高到壓垮成個系統。而家我哋就係去到呢個地步，債務係 GDP 嘅8.2倍。你知唔知我最覺得可憐邊個？我最覺得可憐就係嗰啲一啲起返工就驚，星期一朝早成個人都唔舒服，憎恨自己嘅鬧鐘。星期三因為hump day先有少少希望，然後到星期五就話多謝主。終於到星期五嗰啲人，佢哋就係為咗每個星期得嗰2日可以做返自己，唔使同佢自己唔中意嘅人一齊而活。佢哋不必喺辦公室裏邊玩弄政治遊戲，亦都不必過呢種半吊子嘅生活。嗰個人係1年工作50週。只為咗能夠休2週假，你知佢哋中嘅大多數人而家嘅下場如何咩？佢哋冇假期，佢哋揀宅度假，佢哋有休假時間，但因為工作過度，佢哋冇辦法去自己想去嘅地方，佢哋背負住巨額債務，佢哋面臨住咁一種局面，佢哋爭鬧鐘，佢哋唔完成任務就瞓唔咗覺，佢哋一生中嘅大部分時間都耗費喺交通擁堵中。我為嗰班人感到難過，因為仲有更好嘅辦法，佢哋真係唔知道啫。我睇下呢個用6乘8矩形展現獨特個性嘅有趣嘗試。我覺得你睇到一樣，只係相片上嗰啲小圖釘唔同啫，相片唔同啫。你嗰個叫 Jenny， 佢嗰個叫 Sujara， 咁但係其實都係同一班人。咁佢就係咁樣，咁佢哋就好似喪屍咁，入邊咧完全咁快樂，有冇樂趣可言？有個古怪嘅女人愛裝飾格仔位，佢就你點能耐得承認佢嘅功勞啦？古怪嘅職員，憂慮係佢哋生活嘅根基。你知道我好擔心，也許我會被解雇。我擔心我公司可能會倒閉。我擔心我無法繼續同時兼顧咁多事情。支付咗單，我受供細路仔上大學。萬一車變速箱壞咗點算？有幾個問題我解決唔到。啲人活在憂慮嘅海洋裏邊，俾呢啲憂慮蠶食。大蕭條時期嘅人舉住啲牌，唔係寫住想揾一份辦公室入邊嘅穩定工，佢哋寫住揾工。我哋揾緊嘅係工作，一份工只不過係一個計量單位，我哋追求嘅係工作本身。係時候照下鏡，話俾自己聽，唔係經濟問題，係我自己嘅經濟問題，係我自己身處嘅細世界，我要進步。我唔會等經濟好返，因為講真，呢個國家嘅經濟而家已經好好，所以我而家喺華爾街，宇宙嘅金融中心，世界嘅金融首都，大部分人嘅錢都會睇到呢度，至少會暫時擺喺度，係咪？而家銀行利息基本上係0。好多專家都預測未來10年、20年甚至30年都會維持0利率，
大家覺得咁選擇，只可以將自己嘅未來擺落股票市場，將未來交俾其他人，然後心係希望股市會升，希望佢哋自己或者理財顧問佢哋股票會升值。咁樣做都係一個方法啦，我哋。但係我自己覺得，如果你將未來掌握喺自己手上，換句話講，你有自己嘅賺錢能力，我覺得你自己都比呢班人更值得投資。我認為你自己掌控未來，總好過將你嘅退休金交俾呢班人。美國嘅家庭平均收入大約係每年5萬蚊，就係所謂嘅中產階級。要想創新收入最高嘅25% 人群之列，你每年至少需要賺9萬美元。要低薪收入前1/10嘅家庭年收入需達到14萬美元；要低薪收入前1/20嘅家庭年收入需達到19萬美元；要低薪收入前1%嘅家庭嘅年收入咧，至少需要達到38萬美元。問題嚟啦，你認為點樣做先至能夠最大程度咁提高你嘅晉升機會，進入前10%、前20%、前100%，甚至更高？依我之見，都係好多專家之見。答案就係成為一名企業家，成為自己嘅老闆。我覺得你一定要做生意人。我唔得，唯一次我同人講做打工仔都幾好，就係佢哋已經同我講嘅冇放棄嘅。我淨係會同佢心靈受傷嘅人講，佢哋應該做打工仔。就好似你拎起細路童軍嘅背囊話唔使驚啦，細佬，我哋會帶你翻營地嗰種感覺。你知啦，其實我同人講咧，做打工仔會好，絕對唔係一種善意。而家另一種越嚟越重要嘅地位象徵，其實就係生活方式。有啲人可以自己做老闆，甚至可能喺屋企做嘢。我都會同人講，要欣賞呢啲人，會啟我都好想做到。創業家嘅精神就係要敢於冒險，要識得靈活變通，唔會俾人阻住，仲要有一個超越現狀嘅自我願景，同埋唔會甘心就喺個現有嘅生活。偉大創業家有遠見同埋熱誠，肯做人哋唔做嘅嘢，聽日就做到人哋做唔到嘅嘢。我自己其實唔會分咩新經濟舊經濟，我係自己創造屬於自己嘅經濟。創業家係掌控一切嘅人，我決定嗰個經濟會變成點。喺創業世界入邊嘅限制，你想賺幾多都得，視乎你肯幾努力、幾聰明，仲有你揾到幾好嘅團隊。冇任何一門生意可以比做一名創業家能帶嚟更豐厚嘅終身回報。點解冇美國呢個咩都可以做嘅地方，仲會有人想放棄自由，變成現代奴隸嘅？俾人話你收聲，朝早7點半要到，5點半先可以走，仲要聽晒人嘅指示做嘢。如果有人決定做創業家，自己打工，其實都有啲傳統選擇，但其實風險比你想象中大。任何零售生意裝修鋪頭都係極之貴，即使係嗰啲小小嘅酸奶店，裏面放住小型酸奶機，你可以買到各種唔同嘅口味，都要花掉20-30萬、40萬。開一家酸奶店，我好想買一家唐人都樂甜甜圈店，但係啟動資金大概需要50萬美元。我哋咁多後備錢咧，冒輸光風險，多數人會試幾次，好似布蘭森咁嘅大人物，佢半數公司都失敗咗，有8萬冇煩惱，有10億先至真解脫。但事實相反，值㗎。如果你賺到100萬，你就有100萬嘅責任；你賺到10億，你就有1000倍100萬咁多嘅責任。大部分人都話我好想做自己老細。根據最近嘅民調，有70%美國人都想做自己老細，但佢哋唔知點樣去到嗰個位。咁你可以點做？第一，你可以買間現成嘅生意。如果有人賣緊現成生意，你就要問點解。通常係因為呢好可能好難，佢可能冇好似佢哋希望咁賺到咁多錢。第二，佢哋可以購買特許經營權，風險稍低，系統成熟可靠。但係咁樣做成本好高。第三，佢哋可以從零開始。好多人因此覺得自己冇能力做到呢一點。我冇錢，我冇產品創意，我哋呢方面嘅專業知識，我哋任何可以令我做到嘅條件，我唔可以冒住我屋企人嘅風險去做。所以第四，佢哋可以成為投資者。呢個城市好多人都會投資，想揾方法成功，但係其實玩呢個遊戲都要幾醒目先得，係咪？風險投資家佢最叻、最有經驗去投資新突破性生意嘅人，11單入邊得1單成功，即係話11單有10單都係一般或者失敗，大部分都係失敗。呢個就係個風險所在。天使投資者有運氣都係15-20單入邊先有1單中。做生意係一個團隊運動，我一定要有會計師，我一定要有工程師，我一定要有系統設計師，我一定要有銷售同市場推廣，我哋要有會計，我一定要有使命宣言，要有法律顧問，咩都要齊。一般人即係好似我哋出去做生意，其實我都冇咁多技能去組織一盤生意。我覺得講到底，傳統4個選擇都要錢，有時仲要好多錢。呢啲都要專業知識，仲要時間，加埋一齊，對大多數人嚟講，風險實在太大。我之前買過人哋嘅生意，真係好多嘢要做。你知啦，開始會諗究竟買咗啲咩翻嚟，因為到頭來我都只係擁有你嘅電郵名單，仲要俾貴啲錢。自己創業嘅人會花好多錢、好多時間、好多心機去起步，而且你前期投資得越多，通常你就會做得越辛苦。我可以同你講下餐廳嘅成功率係點？係咩數字？佢哋真係夠膽死，大約有90%都會執笠。90%咁多，有幾快呢？
少1年。哇！呢特許經營模式係指特許經咁完全唔一樣。係啊，但係我哋學生並冇獲得特許經營收入。你必須投入大量資金，確切咁，好似麥當勞咁嘅公司，你必須同佢合作好長時間咧，真正了解佢。呢學頭百萬都冇氣，連個機會都冇，而且呢種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有一種方法，既能夠俾你擁有所有已被證明有效嘅方面，同埋舒適嘅方面，又能夠你掌控自己嘅生活，咁該幾好。如果兩者兼有呢？換句話講，你唔需要從零開始創建一切，你不必成為超級領導者，你只需要考慮一下，如果已經有成熟嘅產品呢，你唔需要自己創造產品，而家已經有一套行之有效嘅系統、成熟嘅培訓，咩都有，就係冇老細。呢個就係唯一你乜嘢？你覺得喺咁嘅環境下，會唔會有更多人願意自己做老闆？咁我哋揾緊更好揾食方法，喺過程中，我哋發現做創業家其實比打工仲安全。而當我哋研究唔同創業選擇嘅時候，一條路徑不斷被各路專家提及，我哋大部分人都會覺得好驚訝，因為呢個絕對唔係傳統嘅生意模式。呢個模式就係俾人自己創業，透過建立一個網絡營銷生意咁成為創業家。有啲人叫佢做直銷，因為產品係由生產商直接賣俾最終消費者，中間佢嘅中間人。亦都有人叫佢做多層次營銷或者 MLM， 因為有多重層級嘅佣金分成。如今最常用嘅術語係網絡營銷，因為網絡營銷咧最貼切嘅描述咧就係利用一大群獨立嘅經銷商、獨立企業家嚟更有效咁銷售產品或者服務。我同我嘅朋友唐納德特朗普咧，我哋成日撰寫關於網絡營銷行業嘅文章。我哋支持網絡營銷行業嘅原因咧係佢實際上係一所企業家商學院，係因為大多數人咧畢業之後都係為咗搵份工。太糟糕啦！我咁樣進入咗網絡營銷咧，我認為如果冇佢，亦都該發明出嚟，真係好好。我覺得直銷係而家做生意嘅一個好方法。入行好容易，你可以自賄，實際上就係做企業家。當我哋見到億萬富翁都將網絡營銷公司加入咗佢嘅公司組合，佢就係一個提示啦。當我哋見到好出名嘅作家同埋商界名人都支持呢個行業，佢都係一個提示。呢啲網絡營銷公司唔係咩5000萬美金嘅公司，佢哋係幾十億、幾百億美金嘅生意，佢哋帶領住股市，佢哋係大公司嚟嘅。我哋幾時先會明白呢？你知啦，你返學就係為咗搵份工啲糧，但係如果你想致富，就要做企業家。而網絡營銷就俾到你做企業家嘅精神。一個傳統公司會用佢哋總收入嘅一半去做市場推廣，網絡營銷公司就用咗另一種方法。佢哋唔係花咁多錢去做大規模市場推廣，而係利用一班獨立分銷商幫佢哋做推廣。咁點解佢哋要咁做呢？第一，因為而家口碑宣傳比起傳統媒體廣告有效得多。第二，有嘅產品係需要解釋或者示範先得，而一個獨立銷售員可以比廣告宣傳更有效咁做到呢樣嘢。第三，呢個方法係完全高效。公司只會喺產品賣出咗之後先至俾推廣費，而唔係預先俾錢。試下想象下，如果 Amazon 俾你做咗嘅獨立分銷商，仲會將40%收入分俾呢班分銷商。你作為分銷商要做嘅就只係推薦一件產品。如果有人睇 Amazon 買嘢，你就唔使理物流 ，Amazon 會搞掂晒，而你就因為帶咗個客嘅而有錢收。而家再想象下，你可以因為呢個客人之後一世買嘢都會有錢收。其實 Amazon 係呢個選項，但係直銷公司就有。我哋社會入邊有85% 嘅購買決定都係靠口碑或者信譽嚟做出嚟。我哋成日都會互相推薦。你知唔知邊個係你牙醫？邊個係你醫生啊？邊個係你律師？你用緊咩洗衣粉啊？你用緊咩法律系統啊？你用緊咩產品啊？其實我哋都會同大家講自己中意啲咩。你去咗大型連鎖店，佢店員肯望你一眼都算你好彩啦，更加唔好講會同你詳細解釋你買緊咩產品啦。咁所以當然啦，呢啲由朋友、鄰居、親戚甚至係陌生人，但係有用過產品經驗嘅人提供咗個人資訊同教育，係非常之有價值。咁事實上咧，網絡營銷可以教育消費者咧，可能比任何其他營銷方式都要好。佢絕對比廣告好，因為廣告咧通常都會有啲誇大成分，而且你只可以睇到有限嘅資訊。所以你知啦，網絡營銷係贏過廣告嘅。如果你係一間典型嘅銷售公司，而你想每個月賣出100萬蚊嘅產品，你可能會去揾100個超級銷售高手。每個人嘅業績目標就係每個月1萬蚊。喺網絡營銷作為一個分銷系統，就係將個數字調轉咗。我哋會用1萬個對某款產品超級滿意、極力推薦嘅粉絲，而我哋唔會太在意每一個人單獨賣咗幾多產品。如果佢哋每個月真係賣100或者200蚊，但有1萬人，佢哋每個月就賣緊100萬到200萬蚊嘅產品。呢個就係我可以解釋網絡營銷點運作嘅最好方法。呢個就係公司喺市場推廣部門冇錢浪費喺磚頭同水泥上邊，咁冇錢浪費咗去擺咗喺度唔喐嘅存貨上邊，佢哋員工企喺度等嘅客人嘅。
呢啲人呢，就係會同客人建立聯繫嘅人。呢啲公司容許人用極低成本成為獨立分銷商，亦都冇最低工作時數或者銷售額要求。基本上佢哋就好似擁有自己生意，可以賣幾多都得，賣幾少都得，全由自己決定。換句話講，分銷商可以享有傳統生意擁有者嘅所有好處，但又冇乜大風險。網絡營銷嘅優勢咧就係入行容易、風險低，創業成本又低，因為幾乎所有其他生意都風險好高。你只需要用好少錢就可以入行，你係買入一個已經證明有效嘅系統，產品或者服務都已經證明咗有用。互聯網網絡營銷模式嘅關鍵重點就係要俾社會大眾一個參與嘅機會，同時亦都係俾啲完全咁資源去創業嘅平凡普通人一個可以改變命運嘅機會。到目前為止呢啲都算幾直接，但係網絡營銷仲有另一個好處，而就係呢個好處令到好多創業家都覺得好吸引。網絡營銷容許分銷商建立自己嘅分銷商網絡，然後根據呢個網絡去賺取佣金。呢個佣金係根據成個團隊所創造嘅銷售額嚟計算。直銷本質上其實好簡單，就係將一件產品或者服務面對面一對一咁賣俾一個人，就好似我哋而家睇傾偈一樣。但係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就係除咗賣產品之外，仲會提供一個機會俾人有機會改變自己嘅人生。無論你咩社會地位，講咩語言都好，你睇下有幾多唔同語言嘅人都可以變得咁成功，真係好難以置信。可以將呢份金正嘅禮物帶俾全世界，真係好勁。唔使再喺一個體制入邊慢慢爬上去，證明自己可以做銷售經理，佢哋就決定每個人都可以做銷售經理，每個人一開始就可以自己建立銷售團隊。咁所以呢個做法帶嚟一個新概念入直銷公司嘅增長系統呢，就係複利或者幾何級數增長嘅概念。因為而家你真係可以好快啲擴大你嘅銷售團隊，因為每個人都可以招募人加入自己嘅團隊。咁有人話而家起緊銷售團隊，咁你覺得你睇一般公司做緊啲咩？普通公司係點運作嘅？網絡營銷係唯一一個唔會話你過去點就決定你將來點嘅行業。佢會睇你以前點，但會話好啦，而家我哋可以訓練你哋咩？等你可以有個好未來。其他所有僱主都只係想利用你已經識咗嘅，唔會教你新嘅。網絡營銷有潛力拯救美國同全世界，因為佢會教人唔好淨係做打工仔，而係做創業家。根據直銷協會，如果你將全世界所有網絡營銷公司加埋，每年零售銷售額超過1780億美元，俾你有個概念啫，有幾大嘅？美國國家美式足球聯盟 NFL 一年呢，大約做90億美元生意；音樂行業一年做多咗，大約160億美元；而電影行業一年大約做800億美元。用一個保守嘅平均數計，網絡營銷公司會將嗰1780億美元入邊，大約40%，即係超過710億美元，每年以佣金形式派俾佢哋嘅分銷商，即係差唔多每個月有60億美元，即係每日差唔多有2億美元佣金。所以其實呢個模式係 work 嘅，而且好多人嘅網絡營銷入邊咧，真係賺到唔少錢。過去10年、15年、20年啦，直銷行業不斷增長啦，我哋見到大家對呢個渠道嘅認識都闊嘅，我哋見到越嚟越多人參與呢個生意，所以我哋嘅市場嘅滲透率都提升咗，個市場對我哋係邊個，做緊咩嘢嘅認識都加深嘅。我哋都見到咧，有啲唔係做直銷嘅公司開始留意直銷模式，佢哋會話咧，呢度好似有啲冇發生緊，啲人賺到錢，公司有盈利，個人有動力，產品又送到市場，不如我哋都研究下。有冇人覺得淨係得最頂嗰啲人先賺到錢？咁不如我哋一齊睇下係咪真係咁啦？喺網絡營銷行業，全世界大約有500個人一年賺超過100萬美元。如果你將呢個數字向上取，整到一年200萬美元，咁加埋就大約一年10億美元，咁樣每年派出咗710億美元，就會減到700億，咁剩翻啲錢去咗邊度呢？絕大部分都係俾佢做兼職嘅人，佢哋每個月由幾百蚊到幾千蚊都有，亦都有啲人選擇將呢份工當做全職事業，賺得仲多添。每日都有好多人用佢哋嘅網絡營銷賺翻佢哋錢去還債，享受生活，提升自己嘅生活質素。我識咗所有做網絡營銷嘅人，從50年代開始都係咁做。佢哋想翻工就翻工，想陪小朋友慢慢食早餐，傾下偈，送啲嘢翻學就停工，翻到屋企無論喺邊度做嘅都可以繼續翻工。我見過最大嘅改變就係冇人真係變得開心咗好多。多層次傳銷 MLM 可能係全球最多國家、最多人、最多白手興家嘅致富途徑。我哋67個國家都同佢哋傾過，咁其他生意模式可以比得上。如果俾佢哋睇未來10年做一份打工定係做網絡營銷生意咧，結果一定係做網絡營銷生意會更好。行內咧有唔少人咧都會將呢項當做事業嚟做，而且做得非常非常好。我識咗所有有參與網絡營銷嘅人，對佢哋嚟講都只係帶嚟好處，因為佢哋認真去做，全力以赴，所以都好成功。成日都聽到唔停嘅成功故事。仲有啲人會展示佢哋因為做呢行而得到嘅。有幾多人參與嘅？大約有1600萬美國人，同埋全球有9600萬人而家都參與緊網絡營銷。根據最近一個調查，當中有82%嘅人表示
佢哋對網絡營銷嘅經歷係好、非常好或者極好，所以大家都好滿意。所以我都有認真研究過網絡營銷呢個行業，真係想了解點解咁多人會對呢個行業作為一門生意有咁多疑問。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呢個金字塔形狀，大家講到金字塔就好混亂。呢啲咪就係嗰啲金字塔嘅咯。我覺得其實有好多黑粉根本唔了解呢個行業，就話呢啲咪就係發達騙局咯，金字塔嚟嘅。其實美國企業都係金字塔結構嚟嘅，你知啦，意思就係咁樣。你睇下有幾千個 MBA， 譬如話佢科啊、通用汽車或者可可做嘢，如果咁多 MBA 都想爬到最頂，其實都係金字塔嚟嘅。最後得一個人可以上到去，你知啦，每10年先有一個人可以做到。但係如果你睇下網絡營銷，其實係咁樣嘅，你喺呢度，你嘅工作就係培養一班新嘅 CEO 喺你後邊上嚟，所以其實係一個倒轉嘅金字塔。喺網絡營銷入邊咧，其實個概念好簡單，你賣到產品，你就有錢收，收入係根據你嘅產量嚟計嘅。佢所謂先到先得嘅優勢，亦都冇話你投資得多就可以賺得多呢個成分，所以兩者其實係完全相反。其實公司咩形狀都好，或者佣金計劃係圓形、金字塔形都好，三角形又好啦，梯形都好，其實都冇所謂。如果你嘅收入主要係嚟自招募人，咁你就有問題啦。但係如果一間公司係根據銷售嘅計算咧，參加者嘅收入，即使佢銷售係你招募翻嚟嘅人做出嚟咧，都係一間完全合法嘅企業。呢個就係法律上嘅標準，呢個都係實際上標準。另一個以前存在，但而家唔再係問題嘅情況，就係以前做網絡營銷嘅人，成日買咗一大堆賣唔出嘅產品，最後變咗輸家。佢哋最後成堆貨擺咗去自己個車房度，佢哋最後成堆產品擺咗個廚房架或者其他地方，本來以為自己賣得出，結果又唔願意或者賣唔到，最後堆咗一大堆貨，搞到自己好唔開心。以前咧有種前置進貨，即係買25,000蚊貨咧就有高嘅佣金，而家全電腦化咧係直郵，貨物由倉庫直寄，你唔使自己儲住咁多貨，你唔需要自己彈貨。而家已經係無紙化世界，你知啦，大部分嘅都係網上搞掂，你有個後台系統真係好 work。我意思就係科技真係改變晒一切。第三個問題就係冇人開始講話有99%做網絡營銷嘅人都賺唔到錢。其實我哋一路傾偈都講過呢個問題，全球每日差唔多有2億美金派俾網絡營銷嘅分銷商。佢唱衰嘅人，話呢樣嘢唔 work 嘅人咧，通常都係自己唔識點樣令到佢 work 啫，所以佢哋只係俾緊你一個意見啫。我成日同人講，唔好將人哋嘅意見同專業混淆，因為意見係免費嘅，亦唔好將誠懇同真相混淆，因為人可以好誠懇咁錯。但係講翻網絡營銷入邊嘅現實，絕大部分參加網絡營銷嘅人，其實都只係做咗客戶，佢哋加入只係為咗可以用平啲嘅價錢買產品。如果你睇 Costco 做例子，有啲人入去 Costco 買會員，就係為咗可以用平啲嘅價錢買產品。我哋唔會叫呢啲人係失敗者，因為佢哋拎住一大堆產品，面帶笑容咁行出去。然而，當有啲人想了解網絡營銷嘅時候，佢哋會話呢啲人只係喺度使用產品，卻冇賺到收入，所以佢哋一定係失敗者。佢哋唔係失敗者，佢哋係滿意嘅顧客。呢個就係從事網絡營銷嘅大多數人嘅情況。而家呢啲人之中，只有較細比例嘅人決定去創業，佢哋每月掙300、500、1000、2000，呢啲就係網絡營銷入邊大部分嘅收入來源。然後就有少數人真係認真對待，真係決心建立一個大網絡，努力令個網絡好有生產力，呢啲人就賺到好多錢，而且個上限。作為一個外來經濟學家，即係一個好似睇其他行業咁樣去睇呢個行業嘅人咧，我會講睇下現實係點。1%嘅人咧係表現做極其出色，10% 嘅人咧可以以相當低嘅風險同努力獲得一啲額外嘅收入。會真係，而且咧大約90% 嘅人咧最終都會成為顧客。我覺得啲人對網絡營銷嘅睇法中啦，有少少確實存在。咁就係啲人普遍認為，我認為參與網絡營銷嘅分銷商對此負有一定嘅責任。佢哋有時會對產品或者收入做出不切實際嘅承諾。大部分成為分銷商嘅人其實都係想揾錢啦，佢哋想成功，但係冇相關嘅技能，佢哋唔知應該點做。而當人唔知點做又開展新生意嘅時候，佢哋會驚，一驚就會慌，然後就會有啲絕望感湧現出嚟，所以佢哋會覺得自己同每一個傾偈嘅人都一定要加入。如果我同你講，你又話唔得啊，我哋時間做，跟住我就會話唔好啦，唔好啦，我真係需要你，你一定要做，唔係我就唔會成功，唔好啦。所以我就開始死纏爛打咁住你，我開始有種絕望嘅感覺，然後我就會開始講啲唔啱，甚至未必係真嘅產品宣傳，又或者我會話你可以等我教你點樣賺咁多錢啊，咩都唔使做啊 Eric。所以你完全歪曲咗機會，你對人哋好黐人，因為你認為你需要每個人都支持你先成功，但係你並唔需要。你知道我一直努力向公司同埋直銷人員傳達嘅一個信息係，你不必過度承諾。事實上，網絡營銷需要付出好多努力，呢份工作真係要落好多力氣，你要不斷提升自己。呢個就好似其他生意一樣，都要花啲時間，但我覺得呢個方法更好。
而家啲人開始做，比起5年前真係好咗好多，差天共地。我覺得而家大家都比較接受咧，亦都明白呢個係一門生意，呢個就係做創業家，呢個咧就係做生意老闆。我哋嘅信念基於點評價件事，重新評估情況後，信念亦會隨之改變。呢個行業已經變咗，亦都成熟嘅，完全徹底嘅轉型嘅。而家嘅後生仔女係喺社交媒體大啲，佢哋好明白咩叫網絡，咁我知道咧人同人之間點樣靠科技聯繫，亦都明白錢係點樣喺呢啲網絡流動。所以當佢哋見到網絡營銷，佢哋唔會好似佢哋父母咁樣去睇。我哋同你代表嘅行業都從早期嘅錯誤同失誤中汲取教訓。以前嘅演算法唔係好得，而家已經全部搞掂。就好似設計電腦程式咁嘅，設計完個程式，然後 run 一 run，再翻轉頭 debug 嘅，多層次嘅營銷行業嘅漏洞已經被破解咗啦。咁呢個係一個虛擬時代啦，啲人可以用手機經營生意啦。我嘅意思就呢太不可思議啦。企業變得越嚟越精明，佢哋正在實施更多消費者保護措施，佢哋正在加強合規培訓，佢哋嘅產品研究方面做得更多。如果你真係參與咗，甚至自願買嘢嘅存貨，如果你之後覺得呢門生意唔啱你，你可以退出，公司會回購你嗰啲存貨。咁其他生意咧會自願啦，自己規管咁樣提供呢種保障。而家啲人開始做呢行，比起5年前真係好咗10萬8千里。咁我覺得而家大家都比較接受呢樣嘢啦，亦都明白呢個係一門生意，其實就係做創業家啦，就係做生意老闆。我哋嘅信念源於對事嘅評價，重新評估情況，睇法就會改變。行業已經變咗，亦都成熟咗好多嚟，完全變晒樣。而家咧有啲後生仔女係冇社交媒體大利，佢哋好明白咩叫網絡，佢哋知道人同人之間點樣靠科技聯繫，咁佢亦都明白錢係點樣喺呢啲網絡入邊流動。所以當佢哋見到網絡營銷，佢哋唔會好似佢哋父母咁樣去睇。我哋大家都學識咗，你冇代表咗呢個大行業咧，都從以前嘅錯誤、缺陷同失誤中學到嘅。以前嘅演算法唔係個 word， 問題都解決咗啦。就好似編寫、運行再調試程序一樣，話傳銷行業嘅漏洞咧已經被破解。呢個係一個虛擬時代，啲人可以用手機經營生意。我嘅意思係呢個太不可思議啦。企業變得越嚟越精明，佢哋正在實施更多消費者保護措施。佢哋正在加強合規培訓，佢哋嘅產品研發方面做得更多。如果你參與咗，甚至自願買呢個存貨，如果你之後覺得呢門生意唔啱你，你都可以退出，公司會回購你嗰啲存貨。佢其他生意會以自願自律嘅方式提供咁樣嘅保障。如果你考慮深入了解網絡營銷生意，想為你家庭帶嚟多嘅現金流，我建議你審視以下4個要素。第一就係產品或者服務。講到產品或者服務，我會問5個重要問題。第一，你中唔中意呢樣嘢？你會唔會覺得舒服同其他人分享呢樣嘢？第二，市場上有冇明顯需求？如果本身嘅需求要創造一個需求係好難嘅。第三，產品係咪真係可以滿足到呢個需求？佢係咪真係可以幫消費者解決一個實際問題？第四，佢哋定價係咪容易賣得出？佢喺市場上面有競爭力？第五，佢哋定價係咪可以賺錢？公司同分銷商有啲足夠利潤空間，可以長遠咁賺錢。如果你可以滿意嘅回答，對產品嘅問題都答得滿意，下一個要考慮嘅元素就係公司本身。間公司係咪管理得好？你信唔信創辦人或者管理團隊？你覺得佢哋有冇能力帶公司行到最後？你哋其實產品幾好都冇用嘅，如果管理層搞唔掂間公司，好嘅管理層可以隨時應變時代變化，佢哋可以應付逆境，佢哋識得做正確決定。記住要睇一間可以長遠服務你嘅公司。第三個要考慮嘅元素就係賺錢計劃。講到呢度有3樣重要嘅要留意。第一，新人要可以好快揾到啲錢，呢個可能好明顯，但你應該都想象到一個分銷商帶嚟嘅連鎖反應。一開始參與，就算只係有少少成功，都可以幫到成個組織嘅整體成功。第二，一個人應該可以喺合理時間內發展到一份穩定嘅兼職收入。當佢哋建立自己嘅網絡同埋銷售額增長時，應該可以享受到更多好處。第三，對於真係好認真嘅人，對於決定要專業發展嘅人嚟講，喺網絡營銷行業，如果佢哋肯努力同埋致力提升自己技能，應該有機會賺到一份認真嘅全職收入。如果你對產品、公司同埋獎金制度都覺得滿意，最後你應該睇睇就係公司會提供咩支援俾你。公司有冇自己啲網站？有冇一個穩陣嘅網上報表工具？佢哋有冇提供全面嘅培訓？佢哋有冇舉辦活動幫你發展生意？如果你決定做呢行，你可以接駁到咩類型嘅支援系統？選擇一家網絡營銷公司係個人決定，但係評估產品、公司、薪酬計劃同支持呢4個要素係一個好好嘅起點。呢間公司係咪承諾俾你快速致富啦，或者俾你毫不費力咧就係賺好多錢啦？呢個係一個危險信號。
你有冇特別睇好並且認為可以賣出去嘅產品？定係冇銷售員想招你入行嘅人，或者公司本身同你講唔使擔心產品，你只需要招其他人入嚟做生意就得。紅色警號、警告信號。如果你聽到呢啲說話咧，記住要再三考慮。了解下嘅客戶、產品同埋生意本身，我試下揾到嘅成績，睇下有冇機會可以喺公司晉升。當我揾到答案嘅時候，佢哋有多關心我嘅教育啊、培訓啊同埋發展啊，我仲有發展嘅空間啦。最重要嘅問題，盡可能多地了解該產品，確保呢個係你真心相信嘅事情。盡可能多地了解呢個行業，並運用呢套系統。你必須對嗰間公司正在做嘅嘢咧充滿熱情。我會參與其中，任何嘅你都可以試下先。你知啦，產品、服務、社群都可以，然後咧可以再投入多少少。如果感覺好咧，就更加投入落去啦。我後邊咧就係林肯紀念堂，呢度就係馬丁路德金發表咗著名嘅《我有一個夢想》演講嘅地方，就喺呢個演講入邊，佢講過嘢對全世界人人平等嘅夢想。呢個夢想好偉大，值得大家追求。但我覺得更多人應該記得自己細個嗰陣，夢想仲喺心入邊，未俾現實打沉之前嘅感覺。現實、份量、責任，仲有為咗揾錢交租而要做呢份工，全部都會打壓你嘅夢想。我覺得大家要記得翻咧，佢揾翻初心。一旦佢哋知道有更好嘅方法，我相信佢哋嘅未來會光明好多，佢哋可以過更好嘅生活。所以如果你考慮加入網絡營銷公司，我有幾點建議想俾你。首先，網絡營銷唔係完美嘅，呢個好講感情，都幾有挑戰性嘅。好似所有創業一樣，有高有低，有順境有逆境。但係如果你本身有創業精神，其實呢條路會好啲。第二，如果你真係要做，就要決定做得專業嘅，決定做個專業人士。咁樣做比起只係業餘嘅試下水溫好得多。第三，作為一個專業人士，你都要學咗新技能。我向你保證，喺網絡營銷行業入邊呢個技能唔算難學。第四，好似所有有價值咁嘅一樣，都要花咗時間。唔好期望一開始就可以即刻達到終點。第五，呢件事係值得嘅，能夠重新掌控自己人生係值得嘅，能夠自己掌握財政狀況係值得嘅，能夠同你想相處嘅人一齊係值得嘅，能夠見識到唔同嘅事物，經歷唔同嘅體驗，呢啲都係值得嘅。能夠為你想支持嘅事業出一分力呢，呢啲都係值得嘅。你可以影響到嘅生命，你可以幫助到嘅客戶，你可以建立到嘅友誼，我向你保證，呢一切都係值得嘅。記住，大部分人都好似你咁樣喺度揾緊答案，但我都要同你講，做網絡營銷係有個地方要注意嘅。如果真係有個地方要留意，如果你想從情感角度去理解，人哋會話佢聽落好似太好唔真實嘅，其實唔係，呢份工係要落力做嘅。但重點就係呢度，大部分人到而家都仲未明白，所以你要捱得住佢無知。佢受過教育嘅人對你冇低嘅，失去社會認同感，佢哋會覺得你冇乜嘢。如果你頂得住咧，你就已經行緊正確嘅路。如果咧佢會打沉你，你知唔知？創業呢條路可能都唔係你嘅未來。如果你面對到呢個挑戰，你就可以變得無可阻擋。我諗大家如果唔係做緊網絡營銷嘅，真係要認真睇下呢樣嘢。你而家只係打緊工，你大概有層樓要供，你要交租，你有負債，無論發生咩事，你都好似困咗咁監獄咁。你做嘅只係做到老細唔會炒你嘅程度。而佢哋俾你嘅人工又啱啱好夠，你唔會辭職。講真，我都試過經歷過，連件 T-shirt 都買埋。做網絡營銷，咁如果你遇到失敗咧，其實只係一堂俾自己嘅功課。啲人可以掛你，真係冇理由唔成功，你就係冇理由啦。好多人唔想聽呢啲，但其實你有好多機會。如果你想做一個好嘅網絡營銷員呢，就要向你上面嘅人學習，你同一層次嘅人就一齊同行，對下邊嘅人就做老師啊，仲要識得幾時應該做邊一個角色，唔怕叫人買嘢，或者唔怕說服人去把握機會嘅人，就算人哋話唔要，呢啲人都係未來嘅主人翁。佢都唔會發生，除非有啲喐動。所以你就搬家啦，你必須做啲乜嘢，否則你嘅生活唔會有任何改變。一開始咧，你會做好多冇報酬嘅事情，但係隨住個時間嘅推移，你會發現好多你冇做嘅嘢都能夠獲得報酬。而你嘅工作咧，就係重振我哋所有人心中嘅創業精神，把佢揾翻嚟。一係堅決地話係，一係堅決地話唔好模棱兩可、猶豫不決。世上有美夢，都有噩夢，但我相信最大噩夢係，即係你冇去追求你嘅夢想。呢個行業將會出現巨大嘅發展，而家正係投身網絡營銷行業嘅絕佳時機。未來10年，我預見到指數級增長。當臨界點睇到嗰陣，已經唔係問人哋有冇聽過網絡營銷咁簡單，你真正問緊佢哋，其實係你而家喺邊間公司建立你嘅財富。我哋喺度係為咗改善世界，改善同其他人嘅關係，改善其他人嘅生活。作為一個創業者，無論咩層次，真正嘅回報就係教識嘅人一樣嘅，
然後見到佢哋飛黃騰達，冇俾呢個更大嘅回報啦。人生苦短，唔應該將時間浪費喺實現別人嘅夢想上邊，而應該追求自己嘅夢想。人生苦短，唔應該虛度光陰，只發揮出自己潛力嘅一小部分。創業有時都會充滿挑戰啦，當然，但係作為交換，你會得到以下好處，佢可以係你嘅，你親手建造嘅嘢，你創作嘅嘢，你促成咗呢件事。呢個氣球代表你嘅夢想，佢代表創業精神。我希望你哋每一位咧都可以伸手去諗住佢，選擇權都係由你決定。